船開同埋山，因為呢一條兩條山，第三條跑唔到，第三條。一衝過咗海點算啊？呢啲唔好睇啊！你又一睇佢一衝過咗個海點算啫？就睇佢係咁甜，啦，嗰啲咁嘅島仔啊，開邊嗰條咪第三條幹線，而家走就走啦，第三條幹線。呢度咪開頭第一條咪第二條，第三。第二條短啲。係啊，第二條短啲，第三條係最長嘅最。咁跳出嚟嗰啲咁嘅島，咁嘅黐埋啊！黐埋都冇咗個海嘅。佢一味填海，佢又唔劈山工程仲大，同埋你啲泥啲，咪有一個種咪可能一路。